咁靚嘅花燈打卡位喺邊度？想知嘅就唔好行開啦！喺睇片之前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同分享，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講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，多謝支持。Hello， 各位 YouTube 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講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，我係港男講 Man。今日收工經過黃大仙，見到有個花燈好靚喎，原來嗇色園喺9月27號至10月嘅12號喺黃大仙祠舉辦咗香江花月迎國慶中秋彩燈會，而喺10月4號至7號特別延長開放時間為晚上6點半至10點鐘，大家唔好錯過啊！我哋入去參觀，順便打下卡先。入場嘅觀眾朋友可免費獲得幸運星，真係好閃啊！入場之後就會見到以12生肖為造型嘅花燈，每一隻都做得栩栩如生，惟肖惟妙，好得意啊！我個人就特別鍾意大殿門口嘅鼠仔同埋豬仔，特別得意啊！而呢3位以福祿壽造型嘅花燈都有差唔多1個人咁高㗎，而大殿前邊就擺咗一對醒獅造型嘅花燈，做得栩栩如生喎。而望上頭頂亦都掛滿咗一串串中國特色嘅花燈添，而呢邊亦都有好多 Q 版公仔嘅花燈造型啊！跟住我哋就嚟到下一個觀賞區，沿住呢幾朵花旁邊嘅樓梯上，就到達另外一個觀賞嘅區域啦。嚟到呢一個展覽區，就會見到更多富有中國特色嘅建築，好似返返去古代咁樣啊！我都喺度打下卡先。沿住樓梯上去有咩睇呢？哦，原來有兔仔造型嘅花燈啦，而每個燈籠都會掛住一個燈謎嘅。我哋又嚟估下，睇下猜唔猜得中。而喺黃大仙信俗文化館同埋松心苑，一共有60題嘅燈謎俾大家猜一猜㗎。而各位遊客只要喺場內用手機掃描 QR code 就可以參加燈謎遊戲㗎啦。答中其中20題就有獎品一份。
大家都嚟試下啊！喺度再次恭祝各位 YouTube 觀眾朋友中秋節快樂，人月兩團圓。最緊要嘅就係身體健康、幸福快樂，咁就皆大歡喜啦！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喜歡呢段片嘅觀眾朋友，請點讚、留言同分享。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講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